呵呵，燕國和齊國答應大戰期間只是袖手旁觀，其他4國雖然已經出兵，但是真正抵達函谷關的只有趙、魏、韓3國。魏國是主力，以大將申差領兵；趙國派出公子可領兵，韓國則派出太子換領兵，共計22萬。楚國雖以令尹朝陽為首，但20萬兵馬卻仍在路上。微臣派人到楚國，給靳尚和鄭袖送去了重礼，讓他們在楚王面前多多進言，將那朝陽召回。朝陽回朝，楚軍群龍無首，只得擱置在半路上。這次張子出使，已使5國之間有了嫌隙，但3國聯兵仍對秦國有很大威脅。諸卿有何高見？3國聯軍各有所長。趙國多年與敵人部落往來，學習的是敵人的騎兵之術，所以此次趙國派出的是鐵騎，而魏國出的則是名聞天下的魏武卒方陣。魏武卒身體強悍，訓練有素，而且身披重甲，在戰場上一般別國的士兵奈何他們不得。韓國重的則是弓箭弩機，韓國射士經常在遠程射殺敵方大將，实是防不勝防。3國如果分頭作戰倒也罷了，聯合作戰，遠中近皆有照應，不好辦呐。好在函谷關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，騎兵厲害卻難以施展，鐵甲再厲害也擋不住滾石雷木，射手再厲害也射不到函谷關上去。再加上3國兵馬缺少統籌訓練，只要我們準備充分，並經常偷營突襲，必能將其個個擊垮。父王，這是司馬將軍虜獲的韓國工匠為我們研制的新型弩機，箭頭為棱形，射出去可以穿透5張牛皮。实在了得，好厲害！厲害，果然是好东西。難怪都說天下強弓勁弩，皆自韓出。這弩機除了可以大量用於函谷關之外，還可以用來對付義渠。它比弓射程遠，在戰車上使用更加靈活。眼下，這義渠人在公孫衍的唆使下，屢屢派出騎兵在我大秦背後作亂，攪擾邊境。有了它，義渠騎兵的速度和堅固的皮甲就都會失效。可是有一事寡人不得其解：諸國陳兵函谷關，為何那燕國一開始也跟着趟渾水？自大公主嫁到燕國以後，兩邊一直相安無事。可這1年，不知道燕國那邊出了什麼狀況。此次微臣出使燕國，向燕王也詢問了有關議後的情形。燕王回答的支支吾吾，就連大王您的書信都要由他轉交。議後和公子直的處境不妙啊！大王，何事？王后和芈八子求見，他們在列國游士的策論中發現了大公主的求救信。猛迎。你們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微臣告退。朱离子，你留下来。是。大王，到底怎麼回事？臣妾和芈月在翻看各國游士送來的策論，結果在這個蘇秦的策論中發現這封卷書，上面是大公主的筆記，不敢延誤，所以來稟報大王。大膽小人！大王，怎麼了？你自己看。那蘇秦如今何在？已經派人去請了。在下東周世子蘇秦，見過秦王。此物從何而來？
為何要加裹在你的策論當中？大王如此發問，想必是知道此書信為何人所寫。單憑一封書信，或為偽造，只怕說明不了什麼吧。大王可認得此玉佩否？果然是孟莹所有。自燕先王驾崩以后，太子快继位，他膽小懦弱，沒有主見，國事權掌控於相國子之之手。子之野心勃勃，有心圖謀燕王之位。因忌憚義後母子的存在，所以半年前將義後孟莹3歲的兒子公子直送到韓國為人質。子之還不放心與韓王勾結，把孟莹母子幽禁於韓國都城。如今聽聞燕王快欲將王位讓於相國子之，倘若子之成功，義後母子必將為其所害。豈有此理！燕王昏庸，子之大膽，這是趁人之危。大王好像有心事。大公主的求救信是王后發現的，王后對此有何看法？燕國如此對待大公主，實屬無禮。大王即使出兵討伐問罪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但眼下函谷關軍情緊急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權衡利弊，不可因小失大。所以臣妾以為，還是要以大局為重。王後的意思是，先解函谷關之圍，再救大公主之位。孟瑩向來識大體，她若知道內情，定能體諒大王的苦衷。大王，丫头啊，依你看，寡人当派兵去接孟莹回来吗？若以國事論，的確是沒有足夠的兵力去問罪燕國。更何況張子剛剛遊說燕國同意退出公孫衍6國聯兵之術。但是什麼？但若以家事論，作為父親，要接回在困頓中的女兒，那只需一對輕騎，喬裝改扮，潛入韓